11個月之前，我仲係對鋼琴一無所知，完全係一名初哥。聽完郭老師嘅入門課程之後咧，原本覺得好新嘅樂譜，突然間變得明白。本來覺得好難嘅學琴之路，開始有信心邁出第一步。學緊頭嗰2首嘅時間，老師好識得舉一反三，好快就令我明白練琴背後嘅邏輯。跟住我就有信心同老師講，我想學自己中意嘅歌，彈到幾首出嚟之後咧，就覺得好有成功感。有時我仲去公司附近嘅公共鋼琴彈下琴，放鬆一下。郭老師好識得用積極嘅心理學，只要我哋有少少進步，佢就好真心去替我哋高興。雖然練琴唔係容易嘅事，但因為成日得到老師嘅正面鼓勵，令到我對彈琴嘅興趣越嚟越大。